哇，好誇張啊，好感動啊！我從來都冇諗過有一日去旅行會去到喊，仲要係因為一棵樹。呢個 trip 有一刻咧係令到我覺得真係不枉此生。慢慢聽我講呢個故事。呢一棵咁奇形怪狀嘅植物，呢一片咁詭異嘅風景，好似唔屬於我哋嘅世界咁樣，真係好似去咗個外星星球。呢度係 Socotra， 一個屬於也門嘅孤島，被譽為地球上最似外星球嘅地方。佢哋話呢度係地球原本嘅模樣。究竟點解一個淨係得香港3倍大嘅地方，可以擁有超過700種獨有嘅動植物？點解呢度嘅動植物都生得咁怪異呢？唔係淨係人先係咁，你唔同咧係要付出代價。故事要翻返去90年代，當時聯合國派出咗一隊生物學家團隊去調查 Socotra 嘅生態環境。地下啲舊嘢竟然就係龍血樹 BB， 佢哋都估唔到呢一座好似好荒蕪嘅島，竟然隱藏住超過700種地球其他地方揾唔到嘅動植物。每個角落咧都好似天堂，原因就係嚟自佢漫長嘅孤獨。1800萬年前 Socotra 脫離咗大陸板塊，從此與世隔絕。當世界各地嘅物種不斷繁殖、變異、滅絕，呢度嘅生態咧就喺呢個咁封閉嘅環境入面發展出一套獨有嘅演化。乾旱、炎熱、強風呢啲喺其他地方可能係限制，但喺 Socotra 每一棵植物、每一隻動物都用佢哋最獨特嘅方式生成咗自己最適合嘅模樣。喺2008年，聯合國正式將呢度列為世界自然遺產，可以話 Socotra 係救世界嘅諾亞方舟，孤獨咁樣保存住地球曾經擁有嘅奇蹟。我雖然已經去過好多地方旅行，但係當我第一次行入呢個龍血樹森林，都仲係成個人呆咗。Nice, very nice， 好多啊！震撼到有啲想喊。龍血樹嘅樹冠咧，好似蘑菇咁，樹幹好粗，但係咧啲葉就好似針咁。直情覺得咧喺科幻電影先會睇到。好大棵啊，已經1000歲啦。Socotra 咧點解有咁多呢啲奇怪嘅植物咧？其實就係因為佢同大陸嘅陸地咧分開咗好耐，咁所以咧就冇受到大陸嗰邊嘅演化影響，所以呢度嘅植物咧都自己有一套獨有嘅演化，就好似龍血樹咁樣啦。其實就係因為呢度太熱同太乾啦，佢生到咧好似一把遮咁咧，令到啲太陽唔可以直接曬到落啲根度，樹葉咧喺樹枝嘅最篤篤先會生出嚟嘅，跟住係好尖嘅樹葉，最小程度咁樣流失水分，而又可以確保足夠嘅太陽啦。今晚就會喺龍血樹下面紮營。喺龍血樹下面咧，因為佢個樹冠夠闊啦，所以咧係超涼咯。They want my lunch。喺 Socotra 咧，真係同大自然共存啊！永遠咧，周圍都有勁多唔同嘅動物。死啦！我而家被圍攻啊！趁未俾啲雀仔偷食我啲魚嘅時候，食咗啲魚添。而家去追日落，唔知咧你哋去旅行最開心係啲乜嘢嘢？有啲人咧可能係同當地人傾偈啦，有啲人可能係食到好嘢啦。但係對於我嚟講咧，就係見到一啲好特別嘅景。我係好中意收集呢啲獨特地貌。可能我前世係外星人，好似翻咗屋企咁。到啦！我覺得咧，我用相機係影唔出呢度有幾靚俾你哋睇啦，所以你哋一定要親眼過嚟睇下。如果你肉眼見到呢個黃昏，再加月亮，再加龍血樹，真係好似去咗外星啊！好開心啊！我喺龍血樹下面紮營，生火休息。我哋摸黑煮飯嘅地方啊，原來佢哋唔係整好咗帶嚟喎，佢喺呢度猜呢度炸嘅嗰個餅係。呢度冇信號，冇電，好似咧連時間都變得模糊咗。冇人同我傾偈，唯有同你哋講下嘢啦。咁有一班朋友嚟一齊玩咧，就最開心，同埋成班一齊嚟 camping，一定勁好玩。其實今次可以話咧係我第一次獨遊，就去呢個咁冷門嘅島仔，仲要露營咁多日咧，本身真係有少少驚。但係夜晚咧喺龍血樹森林度瞓係異常咁平靜，好似成個人咧都靜咗落嚟。原來喺香港咧已經好耐冇呢個時間同空間俾自己好好地咁思考。第二日嘅朝頭早，我睇住太陽慢慢喺龍血樹中間升起，好似一場古老嘅儀式。凌晨5點起身嚟睇呢個龍血樹森林嘅日出，
行下咧，見到一棵超大棵，就咁地下條根咧已經有我成個人咁高咯，好癲啊！我想講咧，個導遊叫我爬上棵龍血樹咯，人生第一次爬樹就係爬龍血樹。Oh my god！我從來都冇爬過樹，喺 Socotra 係我人生第一次爬樹，就係爬龍血樹。我爬咗龍血樹啊！Oh my god！啲樹根睇下幾整齊。即係好似外星生物咁啊！當我坐咗上去之後，望落去呢，好似淨係聽到風聲同埋自己嘅心跳。第一次覺得原來自己可以同大自然咁近。龍血樹仲有一個神奇之處，就係會流血。我真係好似流血啊！我嘅 local guide 挖開咗樹皮，啲紅色嘅汁液咧就慢慢咁流出嚟，好似我哋整親咧結焦咁樣咯。其實咧佢呢個血咧就係龍血樹嘅樹液啦。其實同我哋嘅血嘅作用差唔多，就係佢嘅樹皮爛咗之後咧，樹液咧就會結焦，令到佢啲細菌唔好侵入到樹幹入面。可以止血，亦都可以染布，仲可以祈福。咁咧，佢哋攞咗呢啲龍血樹嘅粉加水咧，磨落個石頭度就會變咗咁啦。咁以前嘅人咧，可以用嚟當係做胭脂。當地人咧就將佢搽喺我塊面上面，同我講呢個係龍血樹俾我嘅保護，亦都係祝福。Thank you。我哋之後又去到一個龍血樹嘅保育區，成地咧都係啱啱發芽嘅小樹苗。地下呢嚿嘢竟然就係龍血樹 BB。我身邊呢棵呢，就係5年，呢棵得我半個人咁高咋。其實咁樣睇呢，佢似菠蘿多啲咯。How old is this? 10 years？ 喂，10年先生到都冇一個10歲嘅 BB 咁高。點解呢個龍血樹呢，而家越嚟越難有新嘅一棵好大嘅龍血樹，就係咁解啦。因為佢哋生得好慢。佢哋最大嘅敵人呢，就係呢啲山羊啦，就係因為佢生得太慢，喐啲就俾啲山羊食晒。可能喺不久嘅將來，呢度嘅龍血樹都會成為歷史。除咗龍血樹 Socotra 仲有一種好堅毅嘅花。呢個山頭成個山都係沙漠玫瑰咯，佢就係沙漠玫瑰，亦都叫 bottle tree。我哋仔細睇呢，成個山都係沙漠玫瑰啊！咁肥嘅樹幹呢，就係用嚟儲水嘅，就好似仙人掌。缺水嘅時候呢，佢哋啲葉呢就會自己甩晒噶啦，就係為咗等自己可以喺呢個咁炎熱、乾涸嘅地方呢生存落去。沙漠玫瑰呢係好勁，你見到佢哋呢，只要有少少空隙都生長得到。呢度又有幾棵大噶啦，超大棵，係有幾百個唔同嘅形態啦。有啲可能個樹幹係有肥嘟嘟啦，有啲係好高幼啦，仲要喺啲咁極端嘅環境，成地都係淨係石，佢都可以開到花。我覺得 Socotra 咧對我嚟講係有個特別嘅意義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？我個 channel 其實係一句小口號啦，突破常規，體驗不一樣嘅人生 ，Dare to be different。我哋呢個世界咧成日都同大家講話要唔同啊，要唔同啊，但係其實當你真係同其他人唔同嘅時候咧，大多數情況下都係受到嘅責備比讚美多咯。跟住我成日都收到啲 DM 問我話，點解可以咁勇敢攞詞？或者點解可以做一啲決定係同其他人唔同？我覺得其實 Socotra 咧就係俾咗個答案大家啦，即係你要唔同咧，一定係孤獨嘅，或者調翻轉就係因為你孤獨，所以先唔同咯。就係因為 Socotra 比其他地方孤立咗好多年，所以佢先可以有自己嘅一套演化，先可以有成700幾種動植物係得呢度先有。當然呢種獨有同獨特咧都係好危險嘅，其實就好似龍血樹咁啦，佢生得好慢啦。而家嘅新嘅龍血樹 BB 咧係得好少，因為佢都未生到出嚟咧，已經俾啲山羊食晒啦。咁獨特係一定有危險嘅咯，但係你要與眾不同，你要有自己嘅活法。人生係得一次嘅啫嘛，我覺得要活得出自己獨特之處先係不枉此生啦。頭先第一眼望到成個龍血樹森林，真係有啲眼濕濕。大自然就係咁啊，唔係淨係人先係咁。你要唔同咧，係要付出代價。但係其實我都好為自己感到自豪。如果我唔係咁下定決心咁辭職，唔係做咗一個咁大嘅決定、咁難嘅決定嘅話，我唔可以而家喺呢一度同你哋講緊嘢咯。即係覺得呢個 trip 有一刻咧，係令到我覺得真係不枉此生嘅感覺。Socotra 就係因為冇俾其他地方影響，先可以變得咁唔同。而我哋人又何嘗唔係一樣呢？
當我哋選擇唔去跟已經設定好嘅軌道，嗰啲被質疑、被孤立、被嘲笑嘅時刻，其實正正就係我哋進化嘅時刻。好慶幸自己一個人嚟咗。我對自己裸辭之後嘅路咧，都係好驚、好迷茫。以前條路咧，一眼就望到盡頭，讀書、實習、做一個律師，達到大家眼中嘅成功。Good 以後咧，再冇一個 sample 話俾我聽應該點樣做，條路應該點樣行。如果你曾經因為與別不同而覺得驚，希望你可以記得，想成為一個不一樣嘅人呢，就要準備好行一條冇人陪嘅路。Keep 住個 momentum。其實我嘅 channel 咧就係想自己做白老鼠，俾大家睇下，可能突破常規，其實冇想象中咁得人驚。希望我哋可以一齊更加勇敢，體驗不一樣嘅人生。Dare to be different。接下落嚟咧，我就會行入 Socotra 嘅內陸深處，去揾一個喺山洞入面生活咗60年嘅真人版泰山。記得 subscribe 我，一連3集親臨奇景索科特拉篇持續更新中。當世界變得越嚟越一樣，嗰啲可以保留差異嘅地方同人就會變得更加珍貴。